唯一唔爭氣嘅呢，就係我嘅荷包啦，令我覺得咧呢度嘅菜品定價都高得有啲離譜啊！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385.4。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 又係返筍卯上鐘嘅一日。今日咧嚟呢位對面馬路嘅潮汕鄰居屋企試一試啊，潮內溫磚。早喺2023年咧，我就試過呢間開喺較場西嘅鋪頭噶啦。估計當時咧係呢個品牌嘅第一間店啊，因為咧我仲記得當時咧各方面嘅完成度都唔太高噶，但勝在咧團購嘅價格相當實惠，裝修風格咧係比較接地氣噶。常見嘅中餐大排檔 feel， 同而家呢間帶啲歐式腔調嘅店咧好唔一樣啦。感覺咧係有金主注資先得以咧改頭換面。點菜咧唔可以數碼點餐嘅，必須咧去明檔啊同埋海鮮池行翻轉。呢個定價咧同當時嘅較場西店簡直咧就係判若兩人啦，尤其係海鮮類。金不換醬油焗九肚魚呢個咧應該係我最近食過單價最高嘅豉油水九肚魚啦，而且咧都係我食過最特別嘅。九肚魚咧係事先用豉油醃製過嘅，菜品嘅呈現上咧並唔會水汪汪，啲豉油咧都已經被呢個九肚魚提前吸收。由於鹽度嘅提升啦，喺滲透壓嘅作用之下咧，九肚魚鍛煉出咗蒜瓣肉，肉咧都係一束束嘅。呢個處理其實問題唔大嘅，而令佢變得冇咁好食嘅主因咧，就係呢個豉油嘅味道唔太好，增加咗並唔和諧嘅發酵味同埋輕度嘅酸味，就係嗰種咧用豉油醃製時間過長而產生嘅酸味啦。值得肯定嘅係咧，九肚魚品質幾唔錯噶，個頭非常大。不過咧，對應呢個價格呢個份量，我只能夠講後生仔汕頭夜檔嘅豉油水九肚魚嘅含金量咧，仲喺度提升緊啦。生腌長腳瀨尿蝦。喺明檔咧見到呢啲個頭都幾大嘅瀨尿蝦，而且咧仲係長爪瀨尿蝦，真係咧忍唔住啊！出品嘅狀態同擺盤咧真係做得都幾好噶，整體一開二，軀幹部分嘅殼咧都剝除咗，食起身咧都幾方便噶。生腌汁嘅調味咧不溫不火啦，整體咧仲係比較平衡噶，並冇好鹹亦都冇好酸，並冇咧太過於搶氣噶，冇遮蓋住蝦肉入邊嘅鮮甜。長爪瀨尿蝦嘅肉咧真係特別飽滿噶，並且甜度咧都真心高，而且對比之下咧下半截嘅甜度遠比上半截高啊！我強烈推薦啦！潮汕魚生禁釣魚擺盤咧幾用心嘅，而且咧呢個食法都好唔一樣啊！配有少少紫菜，我完全感受到咗其中嘅暗示啊！用紫菜捲生冷食物呢條題我熟啊！呢個咪就係真味卷咯！加啲魚生，加啲檸檬葉絲，加啲蔥絲，加啲金不換，加啲魚生豆漿，係我咧最推薦嘅食法啦。除咗紫菜咧有啲受潮之外咧，其他都冇乜問題噶。係一道咧鹹鮮味非常足嘅魚生料理，主因咧就係呢一個魚生豆漿嘅調味咧真係幾唔錯噶。整體嚟講咧值得一試。奶都奶啦，就試多個考驗炒工嘅菜式啦。方魚炒芥蘭，所謂方魚其實咧就係比目魚嘅魚乾，亦即係咧用嚟做雲吞麵湯底嘅大地魚魚乾啦。芥蘭咧改刀成咗一啖嘅大細，呢點咧我就幾中意啦。芥蘭嘅口感脆嫩，帶有少少鑊氣，雖然咧有一啲啲瀉水，但咧仲係可以接受嘅。唯一個遺憾咧就係成道菜嘅香氣咧爭咁啲意思，不論係方魚嘅鮮香定係豬油嘅芬香都唔太足噶。呢一點咧我感覺唔係功力嘅問題，而係咧有啲馬虎啊。自作白粥、番薯粥同埋米飯3蚊一位啦，係同茶位數對應並且默認添加嘅一項。不過咧，店員並冇告知㗎，而係我數碼翻查呢個訂單嗰陣，我自己發現㗎。呢種隱形嘅消費項目咧，感覺仲係主動同消費者講一下會比較好。不過咧，埋單嗰陣咧，服務員哥哥仔咧會從台面嘅狀況嚟複核㗎。因為咧只有我食咗，所以咧就淨係計咗一位啫。呢一點咧做得咧都仲係幾好㗎。比起帶啲甜嘅番薯粥，我更加中意咧溫潤熱燙嘅白粥啊！食完生腌啊、魚生呢一類生冷食物之後嚟翻啖咧，真係特別舒服㗎。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385.4。有一個講句，今次人唔多，盡量咧將幾個唔同崗位製作或者咧唔同烹飪方式嘅菜品咧都試咗下。除咗嗰味九肚魚嘅調味咧唔太啱我之外咧，其他咧都做得幾好㗎。唯一唔爭氣嘅咧就係我嘅荷包啦，令我覺得咧呢度嘅菜品定價都高得有啲離譜啊！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